后礼拜就是清明，彰化县环保局对这个月23开始推动做功德代替烧金的活动，民众透过超商平台捐钱予彰化县的社福团体，就会当用收据换功德证烧予祖先，鼓励民众用环保方式来拜祖先。不过，民众认为讲太当无烧金的，只是讲烧较少就好。 伫超商的机器操作，指定捐款予彰化县的社福团体，得当用手机换功德证，回向功德予祖先。这是彰化县环保局推出的用功德证代替烧金纸的活动，民众看法无同，有人认同环保，有人感觉烧金的仪式袂当无。嘛是加减爱烧一寡啦，袂当完全拢无啦。啊，这是袂歹的政策啦，会当试看卖啦。当然，安尼是会使哩啊，当然啦，愈方便愈好啊。本来那个环境卫就是卫生，就是咱大家的责任嘛。最主要就是讲发自咱内心啦，咱内心的个诚意。 为着配合政府2050年的净零碳排，彰化县环保局今年扩大举办义工代金的活动。头摆伫清明节启动捐款领功德证回向予祖先，也和社福团体合作送公益加皮包，鼓励民众环保祭祀。烧金纸吼，虽然讲这是咱一个民俗传统啦，不过变讲这个民俗传统随着时代的改变，咱嘛感觉应该做一寡调整。足侪研究报告嘛，讲咱这个烧金纸是点香来讲，伊迄个烧出来烟，可能会致癌的风险。旧年推动了，感觉发现了效果袂歹。 环保局表示，2022年透过超商捐款予彰化县公益团体金额大约5万块。去年中元节配合义工代金的活动，捐款金额有14万，增加超过2倍。今年为清明开始扩大举办，预计捐款金额应该会阁增加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